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再次哦，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神本伟大，当手击他赞美；神伟大，当手击他赞美。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弟兄姐妹，你知道唱这首歌呢，一定会很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你拍子不管怎么拍都是对的，对。所以我们呢，等一下呢，不管怎么拍，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用你喜欢的节奏，用你习惯的节奏，我们要来向神唱新歌，因为他已经把心事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唱哦，预备好了吗？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再一次来宣告，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神本伟大，当手击他赞美；神伟大，当手击他赞美。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他歌唱。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唱一首新歌，阿们吗？因为今天是新的生命，新的气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来赞美他。我的 PPT 好像他没有往下，好，帮我按一下。我们要来看今天呢，我们要来感恩跟认罪的经文，我们要用这个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宣告诗篇138篇1节。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今天你来到这里，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你正在什么样的挑战里面吗？还是你刚好胜过了那个挑战？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万有、大有全能，而且他使人提升得胜的神。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也要来认罪悔改。我们可能小信，我们现在这里心里充满了这个不好的情绪，我们仿佛一切都是虚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创造我们要做一件新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认罪，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那恩，你是福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地，你是供应的主，你是赏赐一切，你是祝福，你是智慧，神，你更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勇气。谢谢你的带领，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过去一个礼拜，主，我们从你领受来的这许多的带领，主，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赞美。
主，我们也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为着我们可以站立的面前，主，我们来向你。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就像诗人所说的，主，我们要一心称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在暗暗的保守我们的上帝，你是在那里同在与我们同行的上帝。主，你更是创造宇宙万物全知全能的上帝。所以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走出自己的困境。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被提升到你的境界，来看见主你所做的奇事跟新事即将要发生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我们想看的，我们只看见我们看得见的，我们真的很有限。但主，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转向你，转向这位无限的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充满盼望，因为在主的里面，凡事都有可能，在主的里面，一切都有可能来更新。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赞美，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要来祷告，用什么祷告呢？用上帝的话，我们要一起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刚刚的经文当中，我们用刚刚的经文来祷告。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吗？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有能力，他不仅有能力，他有方法，他还有道路让我们来经历。他要释放你从那个需要当中来得着满足，从那个病痛当中来得着医治。这个时候要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你站立起来，让我们的牧长同工来为你祷告。你也可以选择你就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将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你希望被服侍被祷告，你可以站立起来。那如果你要来到神面前自己祷告的，我们就可以把手按在我们的需要的地方，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他要释放我们，他要让我们来得着真实的自由，就是在主的里面，就是在主他真理里面，我们就能得着自由。我们一起开口，这个时候如果你也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主，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摆在你的面前。主，你知道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凡向你来求告的，主，你就应允他们；主，凡向你来祈求的，主，你就向他们来医治。主，帮助他们，帮助每一个向你来开口祈求得着身心灵平安健康的弟兄姐妹。主，你就安慰他们，主，你就医治他们，主，你就带领他们，主，你就开启他们信心的道路，让他们选择向神来祷告，做出对的选择，就是祷告。谢谢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说我们不是领受那奴仆的心，主，你说我们是领受那儿女的心。儿女们今天一起在这里与你来领受你丰盛的产业。主，你的产业不仅是让我们来领受，更是让我们被兴起，成为那能管理，成为那能经历的儿女。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的需要来祷告。你深知我们心里的需要，不论是我们身体的病痛，或是我们正在经历那在你里面，主，我们的渴慕，主，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在今天透过祷告，透过敬拜，透过礼拜，透过你的话语，主，你圣灵亲自的医治就要临到每一个相信寻求你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你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你不仅说话，你更是对我们的生命行那奇妙的事。主，我们今天就要来经历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祷告，为主日来守望。我们要一起说：
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你要跟你旁边人说，你是有智慧的人。你是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起来敬畏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一起在礼拜中，我们在学一件事情，就是敬畏主。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来祷告，为主日守望来祷告，为我们的生命活出敬畏的生命来祷告。我们为自己个人认罪悔改、灵命成长、跟上帝和谐美好的关系来祷告。为本主日医疗咨询、爱幸福讲座、夏令营筹备会来祷告。为圣经共读的旅程这个一起在神话里面来经历的旅程，为小会青年牧区定期会来祷告，让上帝的手透过这些弟兄姐妹因为敬畏神所兴起的事工，在主的里面被建造。也特别来为志工队来祷告，许多不认识主，或是他生命有个渴慕，他渴慕要来经历，可以去爱人，可以被爱。特别为志工队来祷告，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管道，透过志工队，许多的人认识主；透过志工队，许多的人被服侍，他们的生命也要来被神服侍。为志工队每位干部来祷告，也被我们服侍，透过我们的祷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家庭幸福喜乐，服侍主，身体健康。为参与服务的每位志工，在服务中要遇见神的大能来祷告，为在每一个事工上所欠缺的志工，让能够被补足，来推动每一个事工。特别在志工队所做的很多事，去接触许多还没有听见福音、还没听过福音、还不认识福音的人，所以我们更是要为他们来祷告。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也为今天主日礼拜来祷告，为世界牧师的分享信息来祷告，求神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这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向你来祈求，我们的主，我们要向你来祈求，因为我们需要你。我们的教会的事工，主，我们需要依靠你，依靠你的大能，依靠你的大力，依靠你的智慧，依靠你的影响力，依靠你的吸引力，因为我们受不了什么，唯有神能成就万事。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所有事工都得到神的带领。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今天要向你唱一首新歌，因为你在今天赏赐我们新的气息，你赏赐我们新的盼望，你赏赐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在今天能够活出主你对我们的心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的礼拜，我们一起活出敬畏的生命，一起学习在每一天当中，不只是今天，我们在今天所有的学习是为了每一天我们要来敬畏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今天我们所有一切在这里的礼拜，从看得见到看不见的，从台上到台下，从线下到线上，主，我们都要活出敬畏你的生命。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得智慧胜过得金子，选择聪明强如选银子。留心训言的，必得福乐；依靠耶和华的，这人便为有福。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都是有福气的。跟你旁边人说，我们是有福气的，因为我们选择了来敬拜神，我们选择了来服侍神。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主，我高举你的名，一起拍手。主，我深爱称颂你，
我深信为你爱我，我深信为你救赎我。你从天上将时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的赎。你蹲下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来快点！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深爱称颂你。我深信为你爱我，我深信为你救赎我，我深信为你救赎我。你从天上将时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的赎。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我要来欢呼，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向主唱一首新歌。我要来欢呼，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向主唱一首新歌。我全心在主里欢欣，我全意专注于他，我双手向天上高举，我全人要敬拜他。我要来欢呼，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向主唱一首新歌。我要来欢呼，向我主歌唱，向主唱一首新歌。你从天上将时间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的赎。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我要来欢呼，我要指引我罪的赎。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再一次，主我高举你的名，主我高举你的名。哈利路亚！拍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来赞美我们的神，赞美那赐福赐恩给我们的神。一起开口来祷告，开口放声来祷告，来赞美他。因为我们选择的就是要来赞美他，我们选择就是要来欢呼赞美他。谢谢主，让我们的当中，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做出对的选择，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谢谢主。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做出对的选择，就是来赞美你，就是来敬拜你，就是来跟从你。主，谢谢你，你不看我们为渺小，你不看我们在我们的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所犯的过犯，你仍然赐下每一天新的早晨给我们，你仍然赐下这个好的天气，这好的日光，让我们来享受。主，谢谢你，你的恩你的福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感谢赞美你。孩子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可以请坐。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当我抬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重要尊贵，做他要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主生一切，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是的，我们算什么？神每一天都眷顾我们，阿妹吗？我们每呼一口气，我们每吃一口饭，都是神在顾念我们，神眷念我们，神养育我们。我们没有做什么，神垂怜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用这首歌继续来敬拜他。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出生一切，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们放下，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们的灵会雀跃，要来赞美你，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宝血赎回了我们的生命，是耶稣，耶稣，是耶稣，是耶稣，不再悲伤，不再彷徨，你的爱拥抱我，遮盖了一切。我深知道，世上所有都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是的，是耶稣，是耶稣，我们的救主，他赎回了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无论在任何时候，他永远是爱着我们的。无论我们身处何样的困境，神依然都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我们的神是依然爱我们的神，是永远爱我们的神。我们只要愿意将我们自己交托给神，神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的神，依然爱我。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
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际，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最近在读的约伯记，是不是很适合这首歌？太美了，太棒了，也是不是很符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境？太美了，太棒了。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永不放弃，永不放弃，依然来爱我们的神，来赞美他。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开启你的心，用这个歌词来向神说，来向神来祷告。你不知道如何祷告，就用这首歌来带领你，来向我们的神来求，来向我们的神祷告。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永不灰心，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谢谢耶稣，你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你来也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有平安。主，你的话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我们的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主，你的话要我们观看，就好像你回应约伯，看看大自然吧，看看我所造的万物吧，看看天空的鸟，海里的鱼。所以不要忧愁，不要烦恼。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还养活他们。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是他所看更为尊贵、更为喜爱的。主，你的话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眼目焦点在于后世百物、赏识一切美好事物的神，而不是一直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苦难。但是我们还是会常常看见我们所失去的，我们所遇见的一些的苦难。殊不知，神你依然在我们旁边，照顾我们，供应我们，等待我们来寻求你。谢谢主，今天早晨的敬拜，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愿我们的祷告能够上达天庭，愿我们的祈求能够得着怜悯，愿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谢谢主，再一次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因为你是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主，因为你是查看我们内心、查看我们的需要的主。每一次我们的敬拜，我们都希望在敬拜当中遇见你，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奇妙，看见盼望，看见恩典，让你的话能够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反复思想，直到我们遇见你，直到我们经历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特别是在当苦难来临的时候。那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下主日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第3次的圣礼典。那我们有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这个礼拜6我们会召开小会。那在8点的时候有报名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要到501会议室来问道理。我们今天9点50到11点也有会在文昌公园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关怀的咨询我们有固定都有排班这些的服侍的同工那我们第一场礼拜晚，如果你有兴趣，或者是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服侍你就可以到楼下，牧师会到楼下为他们祝福，他们就会出发如果外面没有下雨吧？没有了那今天肯定就会出去了好，我们教会的名牌盒已经都完全移到1楼因为装修的问题，所以我们以前在1、2楼刷卡那我们统一在1楼新的位置。如果你还找不到你的那个名牌盒，可以叫我们的小组长或者是李章玉主任。好，我们今天下午也有这个爱幸福讲座就是爱我们幸福了那我们要有智慧理财财才会理你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在理财财才不理你所以我们下午1点到2点半会请潘华婷姐妹在与我们分享我们可以有一系列我们有一系列的这个
讲座特别是这里说主题跟犹太人学智慧理财我们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对不对？做到有时候令人讨厌因为他们很会赚钱所以我们一起来从圣经、从上帝的子民当中来学习如何有智慧来理你的财务。那我们今天下午3点过后到明天我们的牧师团还有全职同工外出退休会那教会暂不开放，除了松联大学还有晚上的那个桌球训练之外其他的就没有对外开放请我们兄姐注意那如果要是再用手机来联系第5组的蓝伟华姐妹的父亲蓝义峰老先生于4月26辞世享受75岁，愿神安慰他的灵与遗族同在那昨天我晚上带这个伟华姐妹祷告了她父亲没有信主，但是过去曾牧师也有与他谈到过，然后那我们期待就是在福音进入到心里那愿神来怜悯接纳他的灵魂，这是主权在神我们只能够为他来祝来祷告。那盼望我们把握住有限的生命能够抓住上帝救恩在我们当中。好，其他的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约伯记的37章14节，来读金句，读2次，一起来。约伯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约伯记37章14节，再一次来。约伯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约伯记37章14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你蒙福的管道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应当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我们再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撑不住，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赏赐的恩典，使我们的心灵受感动。祈求你让我们听你说的每一句话，不要受到世界的扰乱而迷失。求你不允许我们欺骗自己或违背你的命令，而得到你的恩典，在各项的事情上可以遵循你的旨意。现在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才能，
愿主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福说，在苦难中，神有够用的恩典。在苦难中，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哇，平安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祝福的话，也是我们很希望我们一生都走在其中的，是吗？我们要一起来读约伯记36章13到21节。约伯记哦，真的是很苦哈，一直还没有结束。36章13到21节，我们来看今天的话语，好，说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荧幕上，我读单数节，然后大家读双数节，请哦。不敬畏上帝的人，怒气不息，他们受惩罚，人不向上帝求助。他们命短夭折，生命在羞辱中耗尽。然而，上帝以苦难教训人，以祸患开启人的眼睛。上帝从患难中就把你出来，使你享受平安，你的桌上摆满了美味。但现在你受了应得的惩罚，你逃不了公义的审判。小心啊，别让贿赂诱骗了你，别让财富引你入歧途。你的财富对你有用处吗？你的大权力能帮助你吗？别盼望黑夜来临，别期待列国覆灭的时候临到。小心呐，别朝着邪恶的路走。你的苦难警告你要远离它。阿们。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苦难拉警报。苦难拉警报，大家有听过警报声吗？有听过什么样的警报？救护车，还有呢？万安演习哦，对，万安演习就不能在那个路上走，对不对？会被赶到那个骑楼，或是你要待在一个店里面。那大家再问一个问题：警报是用来做什么的？提醒，叫你知道，对不对？知道当下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但是很奇妙的是，每一个人对警报发生之后会做的反应都不太一样，是吗？意外就是这么突然，警报也就是在我们想都没想到的时候发生。所以 iPhone 出现一个功能，叫做什么？警报。地震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你的手机狂叫，然后你就说哦，不管知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地震，他告诉你说刚刚有地震，或者是他在测试，有一次有地震的警报，结果他竟然只是在提醒我现在是在做测试，测试你的手机能不能接到这些警报。但是如果这个警报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那就不太一样了。意外有时候来的就是很突然。就是一台车早上开过来，要来聚会的时候，停在停车格。你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事哦。有一台车就这样停在停车格，前2、3天的新闻，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路面就塌陷了，对吗？有看到这个新闻的，不用举手，我看到好多人在点头。那个坑有多大呢？我这次难得停得这么正呢，你知道吗？停车格其实是很需要技术，结果就掉到坑里面。如果你停歪一点，好像也没什么机会，因为那坑太大了。发生了一件事情，后来呢，听说这个车主，他说他这台车买不到1个月，有够衰。这台车多少钱？大家知道吗？200万，只是停个车，我也200万就 lucky 啊！不到1个月的新车，一件事情的发生，好像那个警报这样子响起。以前的警报听说是要用转的，
哦，单追雷这样哦。最近在学这个台语，很难哦。警报发生，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什么原因？哦，因为地上有洞啊。我们如果仔细看，那个里面是空的。然后呢？哦，告衰，我好衰，我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如果你是周边的人的话，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什么？不要停车格，是吗？那你可能要收罚单。一件事情的发生，当他们开始去调查，结果发现，天哪，这个洞不是第一次这个洞是1、2、3、4、5，第5次。怎么会发生？其实它以前就发生过，只是因为那时候掉下去的不是特斯拉，是这样吗？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感谢神的恩典。竟然在苦难中，我们还要感谢神的恩典，因为当他们去发现这条路已经塌陷了第5次，而旁边正在盖一个新的建案，一个工程，然后立委就去追啊，怎么会这样的建设旁边这条路没事会这样塌陷？而且一看每一次里面都是空的，结果追到后来发现什么？这个建案的建设公司在之前，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他们去爆料、去找这些资料，然后提出来的，说其实他们在前一个建案里面3天就塌陷了3次，而第3次整个那个大的坑没有那么小，多大？深度5层楼高，像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然后再去追，哇，不追没事，一追吼，所以那个，所以现在吼网络非常的透明，甚至很多时候已经是不一定是透明了，还可能会出现假新闻。所以即使像这样的新闻，我们都要继续去查证。他们去追的时候，发现这个建案竟然是在921的时候，在台中有一栋大楼，921震大家都知道，全台都在震。有一栋大楼全毁，怎样全毁？它从一半直接断掉，倒下来，当下28个人直接死亡。一个警报发生的时候，提醒大家注意，你要知道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喽。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每一个人的观点解读都不一样，我们看约伯记就知道。然而，谁才有全知的观点？如果我只在乎那个停车格，我只在乎那个车，我只在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真的，而且真的，如果你存了200万就这样一下不见，我相信那个是非常难过的。但是他后面所引发一系列调查，让人发现，哇，这事情不简单哦。苦难，在今天以利户他在36章回应约伯，他说苦难很多时候就像一位老师，上帝透过苦难，让人不只是经历苦难这个过程，更多是在其中，如果你是寻求他智慧的人，你要来认识他，而且这个智慧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谈苦难，思谦牧师在讲的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你跟我真实去经历中得到的智慧。那如果你现在正在苦难中，你知道上帝拉的警报要告诉你什么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约伯记36章的时候，我们要来认识这位创造奇妙的主，我们要来认识在这世上人定义那个是苦难中蕴含的智慧，而且只有经历过的人他才知道。因为我会讲啊，我会想啊，我会说啊，我会听啊，但如果你没经历过，你怎么知道其中的滋味？还是我们只是在旁边看
看了好像就会了。实际上，我们如果没有经历，我们真的不知道。苦难临到的时候，就像这个警铃这样在那边响。约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都知道，回顾第1章，他非常快的时间失去一切的财产，接下来失去他的儿女，甚至失去他的健康，还有他的婚姻。来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已经没有约伯惨了，他真的有够衰。”所以有些人说约伯是什么？全世界最衰的什么男人？不是最帅哦，是最衰。而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他跟他妻子做了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开启了一连串，我们开始去想，我到底在信什么？他的妻子在他经历到最后健康都没有的时候，他妻子对他说：“你到现在还持守你的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上帝呢？”这边好像没有放到。然后去死。如果在那个很惨很惨的时候，然后你旁边你非常爱甚至信靠或者是依赖的人，他这样跟你讲，你会怎么想？约伯在那样的情况当中，他回答，他说：“你这个女人简直胡说！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高兴；他降祸，我们就埋怨吗？”虽然那时候约伯遭遇很多的痛苦，可是他仍然不用他的口咒骂上帝。这不是我说，这是约伯记记载的。约伯他所经历到的这个苦难，从他跟他太太的对话，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有些人他相信上帝，他相信赐福的上帝，但是除了赐福的上帝之外，他不知道上帝其他的面向。所以当他认识了这位上帝，当他的生活中发生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认为上帝不就是应该要赐福我们吗？怎么我们今天会发生这件事情？就像约伯的妻子所说的。然而约伯，我想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他直接告诉他的妻子说：“如果他只赐福我们，我们就高兴；他降祸，我们就埋怨。”可以多问一个问题啦，那他还是上帝吗？所以约伯的苦难经历，其实让我们第一个去想到的就是说，我现在在信主，我在信一位什么样的主？我对上帝的认识是不是只有这样叫上帝，这样不叫上帝？如果今天发生了一个苦难，不好意思，上帝不存在，不然他怎么会允许这样事发生？小心我们自己变成了上帝。后来约伯他3个朋友来陪伴他，许多人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这个故事，他们一起经历了7天7夜，大家都没有说话。就在那个没有说话的当中，无声胜有声，因为当有声之后呢，就要来吵架了吼。不只是吵架，应该说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看到约伯的经历，在他们讲话当中，不是他们突然发现，是我们读者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所认识的上帝都不太一样。今天我们认识的上帝都不太一样，可能有人会觉得，牧师你在讲什么？我敢说，你跟我认识的上帝一定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上帝这么大，我从这个面向看到他，你从那个面向看到他，怎么会一样？然而，在这个不一样里面，却也是有很多一样的地方。所以约伯记为什么叫诗歌智慧书？因为他在里面告诉了很多的人，我们需要用不一样的眼光。更棒的是上帝亲自带领我们看见他的眼光，来看见我们正在经历的，让我们心里苦的事。所以约伯3轮对话之后，他再次在29章到31章说自己的经历是什么。他表明他期待他回到他当年那个很风光的时候。
他表明他现在真的就是悲剧，然后他表明，但是在这悲剧当中，我仍然坚持我是无辜的。这时候就有人突然出来了，这个人是谁？我们都知道他叫以利户。有听迦南之声的人，这个礼拜我们都在听以利户。以利户是一个年轻人，他因为这个长幼有序啊，他等到最后他才出来讲话。约伯记前面都没有讲到他，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出来之后就说：“我听你们讲话讲了很久，结果你们对约伯讲的话呢，第一个是没有回应他任何的问题。”第二个呢，是你们感觉让上帝羞辱，因为你们没有办法说服约伯，就约伯越来越生气，甚至他已经讲话到，他已经好像开始要得罪上帝了。所以以利户他跳出来，他想要去回应，而且在这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值得学习的讲话方式哦。在约伯他的分享当中呢，我的 PPT 不知道为什么少了一大段。他在他的分享当中呢，他就讲到啊，他一开始就告诉约伯说：“你知道吗？我在这里跟你说话，我是真诚的跟你说话，我不是带着一种轻蔑或者上对下的眼光，因为我们两个都一样，我跟你都是尘土所造，所以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同样的位分、平等的一个立场上，我在对你说话。”因为我相信我们都领受上帝的灵，今天每一个领受上帝的灵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上帝的智慧。所以这个对话是当我说出来，如果你有一些你觉得你不同意，你有别的看法，或是你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比较好的想法，你可以跟我分享，我们是双向的。以利户继续表达，他说：“我在说话的时候，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因为我刚刚已经听完你说那些话。在我现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同理的过程，不是用我自己的讲法、我自己的以为、我自己经历的苦难来告诉你，你的苦难就这样而已吗？”所以，当他听完约伯说的话之后，他整理了约伯的这些疑问，应该不止约伯的话，约伯跟他3个朋友的对话之后，他就出现他的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人，你可能正在经历。他帮约伯整理的第一个提问叫做：是谁让人无辜受害？谁？我今天经历到这些事情是什么原因？我是无辜的，可是我怎么经历这样的事？他帮约伯整理说：你说我无辜，没有犯什么错，但上帝却找机会打击我，我好像是一个仇敌被看待。他好像用铁链拴住我的脚，然后窥视我每一个行动。就是说，我的行动不只是受限，而且我的行动好像是被陷害一样。以利户讲完说：“我从你那里听到的，我现在回应你。”他第一个就讲，他说：“上帝那么伟大，上帝这么伟大，他需要这样做吗？他有必要特别找你来攻击你吗？”他讲到上帝在说话，但是很多人没有在听他说话啊，很多人也听不到他说话啊，也没有想要去找他说话啊。甚至他说，上帝用疾病，上帝用自然律来告诉你，所以当你不这么去做的时候，你硬是要不睡觉，你硬是要用别的方式来生活，那我们当然会得到这些结果。所以很多时候的疾病，这是以利户说的，这不是我说的。他说，上帝用疾病纠正人的过失，用身体的这些痛苦来管教人。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能也更有其他的想法咯。这是以利户认识的上帝，这是以利户目前他所知道的，但是世谦牧师要说，这不是上帝的回答，这可能是很多人他真实的经验，大部分人的经验，却不是所有人的经验。在苦难当中，很多事情是大部分人的经验，但不一定是所有人的经验。
所以第二个问题马上出现啊，是谁定义这些公义？约伯他说什么？他说他自己正直，是上帝剥夺了他申辩的机会，好像一个法庭，不让他出来为他自己辩驳。然后约伯就问说：“我怎么能够撒谎，承认自己有错呢？”还记得吗？这是他跟前面那3个朋友的对话。他说：“我无辜，我却受了致命的伤害。”在这里，约伯问：“有没有公义呀？这公义到底是谁定的啊？我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啊？”这可能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而以利户，他就从他认识上帝的观点，他回说什么？他说：“谁能够定义上帝？上帝有从谁领受权利吗？”我现在讲的都比较哲学。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从这里开始，要讲生活的经验。谁能够影响上帝？所以，当我们真的没有答案的时候，人习惯会做一件事情，把矛头指向那个创造主。因为我找不到答案，我只好找你，是吗？但是在这里，以利户当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仿佛在跟约伯说：约伯，你这样说没有公义，是不是站在你自己以为你是公义的立场？可是约伯，你要想啊，谁能够定义上帝？也就是说，当我觉得我是无辜，也就是我是对的时候，我带到上帝面前，好像我比上帝对的时候，以利户说这些话都是空话，因为渺小的人怎么能够定义伟大的上帝？上帝他怎么在这个万物中运行这些自然律、这些常理，人怎么能够完全明白？但是这些牧师也要问，其实我们看到约伯记36章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发现了，约伯他是想要找上帝踹供，是要讲道理吗？他是要讲道理吗？如果我们仔细的跟着了约伯记一直走下来，其实你会发现，他的朋友跟他好像一直在错开频道一样。你看的是几台，我看的是几台。但是当然有一些是一样，大家基本上都一样，就是同一台电视，大家都在看同一台电视，所以大部分的事情是一样。可是约伯的经历却是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朋友想要回应他，甚至现在以利户也想要回应他。当然有很多，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对的。而第3个问题也是很常，特别在这个世代，特别我们在看台湾新闻的时候，世谦牧师邀请大家，我们所看到的是真的吗？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善恶是真的吗？或者问，都是邪恶的吗？都是善良的吗？其实约伯问的第3个问题，就是在讲，他觉得他没有被公义的对待，甚至他心里苦到一个程度，他觉得上帝好像在整他。所以以利户呢，就自己帮他整理了一下，说：你是不是在问是谁能够分辨善恶？因为你问上帝说，我的罪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若不犯罪有什么好处？我若不犯罪有什么好处？以利户回他：你如果犯罪对上帝有什么损害？你犯罪能够加害上帝吗？如果你公正，对上帝有什么益处？其实这一切不好的是叫身边人受苦，包括你自己；那些好的也是叫你自己和旁边的人受益。所以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他其实在回答一件事。他说：其实
如果我们发现人不能用善恶去影响上帝的话，也就是说，只有上帝才能够分辨善恶。因为所有的人，你跟我，全部的人都被这个世上的善恶所影响。所以读到约伯记的人，其实是活在恩典当中的人，因为我们发现，我们从他们的对话里面，第1章到现在，其实是一个旅程。我们发现，在这些人说的话里面，我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我自己对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我怎么想？还有我认识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我们透过约伯记，我们一起在经历，甚至今天到今天的经文，以利户他继续回应约伯，他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上帝其实很多的时候，他用什么？他用苦难，他用苦难来回应人，用苦难来教训人，用祸患来开启人的眼睛。”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发现，我们不一定是约伯，我们也不会是约伯，因为我们跟约伯真实的经历也真的都不太一样。我们只能说我们像，但是苦难很多时候不只是回应受苦的人，也提醒还没有受苦的人。刚我讲的这一些，是为了要我们开始理解一件事情。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需要做一个统计。你认为吃不胖是道理，是歪理，还是真理？好，我们要做统计哦，预备好了吗？好，吃不胖，价位大扣啦，怎么吃都吃不胖。好，你认为这个要举手哈？不想举也没关系，你自己心里有答案。好，吃不胖是道理的举手。好，谢谢。吃不胖是歪理的举手。昨天举这个最多哎，这边好含蓄哦。好，手放下。吃不胖是真理的举手。OK， 线上的也可以举一下。好，吃不胖呢，在我30岁以前呢是真理。突然吓一跳，为什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我的照片在哪里？竟然出现了。好，这个是我不要讲几年前的照片。好，对，大家都认识吧？对，应该也认识现在的我，这样一看就知道 before after。对，真的是吃不胖怎么吃怎么会胖呢？怎么想都没有想过。我记得我刚当传道的第1年还第2年，那时候已经开始变胖了。有一个青年就跟我讲说，突然有一天呢，真的是冷不防讲了一句话，他就说：“牧师，你不是说你都不会变胖吗？”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对，我好像以前有说过这句话，完全忘记。那时候已经开始变胖了，因为祝福太多，恩典太多。后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笑，因为大家还有更好笑的。后来，我上个礼拜呢去那个告别式，我的一个亲人过世，然后呢，我这个亲人呢，他的另一半，好，我们那一天呢就是在那个墓园走路，我们家的那个公墓是要上坡的，然后要经过别人家的墓，然后才会到我们家的那个墓。然后就在上坡的时候呢，突然呢，我这个亲人呢，他就突然回头看我，就说：“啊，你是世倩哦？”啊，我说：“对啊。”他是那个死者的另一半哦，他哪有心情讲这些话？我真的是也想不到。上坡上到一半，你是世倩哦，他没有认出我，你知道吗？第2个问题我跟他讲真正是，他说：“你哪遐大颗啦？讲话真的是要含蓄一点。”然后想说，苦难到此为止吗？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你经历一个苦难，你没有苦到底没有经历那个，你真是不知道。但第3句更吓人，他说：“你哪会变老？”我想讲，你知道我多久没见到他吗
少说也有10几年了，对啊。可是我后来想，我还特别去翻照片，难怪他认不出我。就是，但是我要说，为什么我要吃不胖？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吃了，以正常人体的机制，超过就是会胖，是吗？但是就像约伯他生命的经历，很多时候在那个正常里面，就是会出现反常，是吗？有一个人，他一天要吃60餐，好多哦，其实就是从醒来就开始吃到晚上了。吃什么？你觉得吃什么会胖，他都可以吃，而且他吃不会胖，好开心哦，是吗？好开心哦，都吃不会胖。但是如果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病痛的时候，就不一样。这位女生呢，叫 Lizzy。如果你有听迦南之声，早上有听过，已经听到她的见证了。她真的吃不胖，为什么？因为她出生之前，不是出生之前，她出生的时候，医生就告诉她的父母说，这个孩子得了这个新生儿型类早衰症，也就是说，她身体没办法自行产生脂肪，所以医生竟然就跟他父母讲说：“我跟你讲，这囡仔哦，他活不下来啦。”结果，这个苦难当中，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一发生了。他活不下来哎，我们看到照片了，他活下来了，他竟然活下来了。然后医生就继续讲，以常理判断哦，这个小孩他应该没有办法说话，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独立完成任何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可以，因为我们看到照片了嘛。然后医生所说的话，每一个常理都变成了悖论。他竟然后来还完成大学的学业，但是他同时正在经历一件事情，他每一天睡觉前祷告：上帝啊，我希望可以被医治，我希望可以经历那个健康起来。但是他每一天祷告醒来之后怎么样？还是一样。在人看来，我刚才用这个吃不胖，因为他很能够理解。在人看来，其实这一生，约伯经历的苦难，可能是他拥有很多，有一天突然都没有了。可是有一些人，也是我刚开始读约伯记的时候，我自己问上帝的问题。有一些人是从他出生开始，他的人生就仿佛像苦难一样。我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没有？我为什么做不到？这是 Lizzy 她的疑问，但我相信许多的人也都在问这些问题。到有一天，他17岁那一天，有一个网路呢，他们很爱 po 一些特别的照片，特别的动物啊，特别的人物啊，特别的风景啊。有一天呢 ，Lizzy 她的照片就上去了。那一年她17岁，17岁的女生，想一下哦，17岁的女生哦。然后那个照片把她的正面 po 出来之后，就说下面下了一个标题，你知道吗？当我知道我们家那个亲人这样讲我的时候，我其实还好，我还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漂亮，对，就有一点那个哦。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吓一跳，可能是因为我刚好看过他的见证，马上被同理，因为他在那标题上面被写说全世界最丑的女人。更可怕的来了，下面有4000多则留言，全部每一则都在骂他。这是什么世界？可是很奇妙，他们一家人都是信上帝的人。当下，上帝的灵对他说话，上帝的灵对他说：“你用什么？你让谁来定义你的生命？如果我同意，
这个网络霸凌所说的话，我同意那个上坡我亲人转过来跟我说的话，我其实一点都没有觉得我老如果我们同意一些不属上帝的话，当然有些是事实，我不能否认啊，我们也要虚心去接受，因为我现在在讲的是反常发生的，让弟兄姐妹来思考，很多事情不只是在那个常理里面，还有很多是反常的情况，我们怎么去看待？而就在这个里面，他那一天，他人生经历了真实的认罪悔改。什么叫认罪悔改？就是我不再用那个原来的方向跟方式去想，而是我改变什么？改变回到上帝的想法，回到上帝的心意去想。他那一天就决定，我不会再让我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来定义我，而是上帝邀请你来定义我。他后来跟大家分享，他说：“我就是上帝的目的，我的创造就是上帝的目的。当我展现信心的时候，我就真正走在神为我预备的路上，与我同在，不撇弃我。所以我也不应该离开。不管是就像那个网络上的人说你应该要离开世界，他说我不离开，或者是他离开他也不离开他现在的环境，因为他一路上都在被霸凌啊。人会为自己的生命找出口，我们会找出口的原因，因为人是被创造在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在永恒里面，所以不要让短暂的事物来改变、取代，甚至扭曲我们进入永生的命定里面。约伯记里面一直让我们看到，其实智慧是就在那条路上，可能是苦难的路上，可能是得胜的路上，可能是人生的路上。而生命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不是我说的道理，不是你说的道理，是上帝的话的道理，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其实今天的经文，以利户他说的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对的，只是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然而当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我想也是我们今天来思考，就是即使在苦难当中，人都不要轻看上帝的主权。他说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好像在那个苦里面，在那个黑暗里面，所以他们干脆就摆烂，干脆就放弃。他说不要期待那个黑夜来临，小心啊，不要朝邪恶的路去。可能现在的苦难就在提醒你说，你要改变方向了。耶稣也有说啊，当他要去钉十字架的前2天，他跟门徒在一起，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但是那个经典名句出现了，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因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然后门徒就看着耶稣，他是个人，怎么胜过世界？2天之后，他去钉十字架，给你看到他怎么胜过世界。也就是说，当人他在苦难中可以胜过世界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用讲的，他用想的，他用策划策略的，而是他真实投入在那个事件当中。即使那个事件是苦难，但是他清楚的知道，在这条路上面，我已经胜过世界，因为耶稣已经钉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不是在讲说我胜过世界，说哦我就厉害，不是这意思。他是在说，我接下来会让你们看到我如何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姐妹，苦难是真的苦，不是假的。所以我们不比较任何苦难的经验。在以赛亚书30章有一段话，这个是现代中文译本。他说：“主要使你们忍饥挨饿，但是他仍在一旁教导你们，
也就是说，在苦难当中，神仍然在教导我们，而且我们用不着寻找你们的教师。为什么？因为教师已经出现了，就在你走在这个智慧的道路上面，这个上帝同在的道路上面，你们会听见背后有那个声音告诉你说：“这是正路，走上去吧。”人会偏左，会偏右，因为苦难很真实。上帝给你经历到了智慧，特别透过可能你的苦，可能透过你的挑战，可能透过你的困境，这是你所经历的。每个人经历的不一样，不代表别人也是这样经历的。所以我们不要来比较苦难，就像我们不会去比较到底谁比较公义一样，因为没有人比上帝公义，没有人的苦难不是真实的，心中的苦是真的，不管是他自找的，还是这个环境，还是不知道原因。所以在这个苦难当中的陪伴，有些人想说：好，那我都不要去关心人家好了，这样好怕去冒犯或得罪别人。不是这意思，是在说，就在这当中，如果我们真实去陪伴，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但是你可能更多就像以利户所做的一样，是聆听。他其实听很久，他听很久。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苦难中去比较谁比较苦，而是让我们知道每一个苦难是真实存在，而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这苦难当中得着智慧。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从别人的苦难中经历智慧。而最后一个，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也都经过了许多的苦，而这些苦也让你认识了一些人生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就像那个特斯拉如果没有掉进那个洞里面，这个新闻如果没有报得这么大，如果没有人进去调查，如果没有过去的新闻资料，我们大概很难了解这其中上帝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所以每一个苦难不仅是真实，里头的智慧更是上帝让每一个寻求他的人要来经历的。在圣经当中讲到了一个人，他很衰，他也很衰。好，突然觉得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有点衰。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他一直以来他生活在一个别的国家，甚至就在那个地方，他看来是一辈子都回不去，他没有办法选择这个部分。然而他仍然定义，他就是要敬畏上主，敬畏到一个程度，他被丢到狮子坑。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没错，但以理。但也在这当中，上帝用他自己的方法，这是上帝对但以理的方法，不一定是对你的方法。上帝就透过梦境般的意象来告诉但以理说：你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苦难，而苦难背后其实是我在掌权，但是这个磨练你会去经历到。所以在这里，上帝好像透过天使就告诉但以理说：你走吧，因为这些话要保密封闭到末日。有人说那个末日是当时那个朝代的一个王，他要结束的，那时候叫末日。有人说是耶稣他第二次要再来那个末日。不管是哪一个末日，在但以理当下，其实上帝告诉他，许多的人会在这样的经验中被洗涤、被洁净、被磨练。然而有一种人，就是邪恶的人，他继续作恶，他们不会领悟。只有上面说聪明的人才会领悟。台语跟原来和合本跟原文是说，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够领悟，也就是只有真实在里面去经历的人才能够领悟。至于你啊，但以理，有可能名字会换上我们的名字。
至于你呀，要忠心到底，直到你安息。但是在末日，你将复活，接受你的奖赏。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延续音乐牧师为什么一直说就来祷告吧？因为我们真的智慧有限，我们真的能力有限，我们真的各种的有限。可是祷告却是让我们连接那位无限的上帝，带领我们去判断，带领我们去勇敢，带领我们在那个当中活出上帝的心意。刚刚我说到的那位女生，她在她的生命经验当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连我在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我遇到，我要怎么样跟这样类型经验的人去对话。他的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可以陪他7天7夜，可能也陪不了。然而，如果他能够跟上帝祷告，他要认识那在上帝里面的智慧，那比我们任何一句对他说的话，对他来说都有帮助。而如果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人，很奇妙的，上帝与我们同行，我们会经历上帝的作为。所以当这位 Lizzie 她生命当中去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她其实最后有讲，她说她觉得耶稣把她放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为的是要去见证在生命里面上帝放下的那些作为跟智慧，人猜不透，但是是真的。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唱这首歌，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人算什么？历经苦念他，是算什么？历经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经顾念我。我没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主成一切，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是因有苦，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到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我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约伯记37章14节，以利户邀请约伯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为。”当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现在的这口呼吸，我所在的地方，我所遇见的人，我所拥有的一切，上帝如何以他奇妙的手带领你来经历。即使我现在经历的是那说不出的苦，在这其中，上帝向我发出的言语，他对我的心意，他正在预备我要经历的智慧是什么？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实要谦卑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常常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再只是充斥自己的话语，而是我们寻求你的声音。就像约伯，他真实渴慕是要听见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能够在那人看来反常的时候回应我们，也唯有你知道我们所经历这一切。主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就得着智慧。主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就有平安。主啊，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就要经历那复活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语带有能力，能够医治，能够翻转，能够复合，能够使人的心再次回到你创造时你对我们的心意。愿阿爸天父永恒的慈爱，透过耶稣基督那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让每一个放下自己寻求你的人，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我们得着那经过高山低谷的秘诀。主，你说这叫智慧，愿我们一同领受这智慧，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从天上将世界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的赎，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你从天上将世界指引我路，在世间被钉十架，我罪的赎，从十架到坟墓，从坟墓升回天，主我高举你的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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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请坐。